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买茶无？年轻平安哦，啉嘿，我茶我要，今仔日嘿啊，调工要来卖茶叶互老师呢。阮即个茶吼，偌香偌好食的，其实我拢毋捌你那食过。是阿里山的茶哦。阿里山的茶我最爱阿里山的。迄茶，台湾的茶最有名的呢，世界有名的吼。老师，你今仔要卖啥物？我卖花，老师卖花哦，你这花嘛足水的呢吼。你无推销一下？拢是讲家己的花红。我的花红啊，卖茶讲茶香啊，卖花讲花红，嘿，家己保就对啊。嘿啊，咱一般拢是安尼啊吼，咱若要卖啥物物件，一定是讲家己的物件上好。有人讲家己的物件无好，来卖嘛。哦，咱要买水果啊，问看会滴袂？逐个人拢讲会，是毋是？一定是会甜，才会摕出来卖安尼。观众朋友，恁敢有遇着应该足侪吼，遇着迄个去互嘛是安怎讲？会当讲去互骗去吗？就是有当时啊，听人讲哦，这足好诶吼，啥物名牌吼，一定爱买吼，还是讲啥物货吼，买了转去了，用无2-3摆吼，安尼就歹去啊吼。因为阮妈妈定定讲诶，迄个卖鼎诶，啥物鼎若卖歹吼，卖鼎诶人要食啥对无吼？卖鼎伊囝要食啥物？小可是安尼诶道理吼。好，所以咱今仔日为虾米要来卖物件？咱今仔要来讲一个特别诶，跟人无共诶哦。就是吼，圣经内面有迄个足有名诶人吼，足敖诶人，啥物？圣经诶教士大头诶人，是安尼。是因拢无讲家己足敖呢吼。搁有咱老师顶礼拜去一个国家步道吼，所以伫后壁嘛会放即个影片，一定爱看到最后哦。咱今日要讲卖茶，就讲茶香；卖花讲花红。即句话就是讲，逐个人拢爱家己保啦，家己学了家己诶物件。毋过咱看圣经诶教示吼，圣经内底所记载，咱列出几项物件来看。耶利米是一个先知。当然先知就是上帝，拢甲先知讲话，先知甲上帝话来传落所有的百姓是安尼吼。所以利米第9章23节，利米讲啊，就是上帝甲伊讲耶和华安尼讲：智慧的人无得因为伊的智慧来夸口，用命的人无得因为伊的用命来夸口。好囝诶人也无得因为伊诶好囝来夸口，就讲卖茶诶人毋通因为伊诶茶来夸口，卖花诶人毋通因为伊诶花来夸口，即个意思就共款啦所以咱诶俗语是甲咱讲平常时咱讲诶话，甲咱诶思考诶模式就是安尼。毋过圣经诶假使爱注意看无共款来第2节圣经迄是保罗写诶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这是保罗写诶因为上帝有甲保罗讲伊甲我讲，保罗讲上帝甲我讲，上帝讲有我诶恩，你就够额。我上帝恩互你，恩典互你，你就够额。因为我诶气力是伫人诶软弱来成，所以保罗伫遮是换保罗讲保罗讲，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诶软弱，互基督诶气力带伫我。伊夸伊诶，就是讲保罗无夸口伊足敖啦，伊实在是足敖无毋对啦。伊是较早有读册诶人一个足有学问诶人。伊拢毋敢夸口，伊讲伊较爱夸口伊诶软弱诶所在，通互基督诶气力踮伫伊。上帝气力伫伊身躯，
比家己的气力较大都济啊，所以也安尼吼。这敢是想诶吼，我咧教迄囡仔3岁对无吼？有当时吼，我就会假无伊讲，老师拢袂晓做这呢，你来帮我做，哇，伊做甲足欢喜诶，那是安尼意思。就是讲，家己袂晓，来，互人感觉伊做到诶，安尼。上帝就帮你做啊。是无毋对吼。甲上帝讲，尾过来，去啉倒前书15章9节哦。保罗甲你讲诶哦，保罗甲你讲诶，讲我是使徒中间上微细，袂给你叫做使徒，因为我捌迫害上帝诶教会。伊这讲诶拢较实啊，伊捌迫害上帝诶教会，毋过后来伊就反悔啊。伊也捌足侪道理，伫遐讲互人听。伊真话文，毋过伊伫遐讲哦，讲是速度内底上微细迄个。后来咱来看哦，咱来看。就是伊拢无讲伫外口。马可福音第1章7节哦，即摆咱拄则是讲保罗对无？即摆要讲施洗约翰，有一个名这个约翰。伊是咧施洗，毋是耶稣学生哦，另外一个约翰，施洗约翰也宣传讲哦，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诶，缀要我来，我屈落来偷伊诶大，我也袂敢入。哦，一个约翰是一个足谦卑诶人，迄阵哦，伊伫约旦河咧洗礼诶时阵，逐个人拢就跟你因为穿绿刀问诶衫。佮拢食草莓，甲野蜜，伊是生活伫旷野，人足正直诶，因为正直着得人疼，所以真侪人来招quyền伊，就是来找伊，互伊洗礼，这是即款诶约翰，伊当足有名诶人哦，真好诶人哦，逐个学落诶哦，毋过伊讲我就是屈落来甲伊偷诶大袂敢入，即人啥？倒尾我来，伫我后壁要来，伊咧指耶稣啦，伊咧讲耶稣哦，所以伫后壁约翰哦，伫约翰福音诶3章30节了哦，为什么伊讲伊的确希望我的确随味？是安怎个讲即句话呢？就是因为伊诶学生，约翰有伊诶学生嘛吼，伊诶学生就知影足侪伫遐做帮衬老师一寡。工课啊，有人，逐个人拢来招quyền約翰來找伊洗禮。毋過耶穌是有約翰洗禮以後，耶穌學生也咧洗禮。結果呢，足濟人攏走去耶穌遐洗禮。約翰學生就甲約翰講老師啊，你看你較早迄個伫約旦河迄個你講誒迄個人哦，你講你替伊偷下大都袂堪佇咧。人伊即擺咧洗咧，佮足濟人攏走去伊遐，你遮並無人來。心理無好。老師是毋是會敢會有怨妒的心無啦？伊就回答即句，伊講伊的確希望我的確隨味。約翰是一個即款的人，伊無講家己袂火，就講家己嘅火啊，無安尼吼。無講我比伊較高，我比伊較捌道理，無安尼吼。來馬可福音10章43節。這是耶穌講嘅。咱拄則有講一個人叫做約翰，就是施洗約翰，即擺是咧講耶穌本身講嘅話。獨恁中間無應該安尼，就是講無應該講你要做，足愛做大就對啊，足愛出名吼。恁中間愛要做大誒人，着做正人誒責任，就是講你若要做較大，你着先做蘿蔔。就是講你服務遮誒人，你才會當做較大。咱普通誒觀念是講做大就會當，會當隨在你。要派啊，派講一個囡仔，一個要做迄個，就畫來畫去就對，大家攏愛聽你誒話。耶穌講你若要做大，
无共款，你要做大，就爱做人，就是讲服务逐人啊，你才会当做大，毋是讲你会当去伫遐使弄别人，毋是安尼意思。哦，心内爽享的人，所以讲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心内爽享就讲你谦卑，知影家己无够格，即款人较有福气。毋通讲家己，你若讲家己诶所把握的物件，着家己伫遐分地贵吼，安尼着无好。伊讲心内爽享，着知影家己欠亏无够格。哦，安尼即款的人较有福气，谦卑的人啦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好啦，我今仔日要讲到遮就好。真正诶吼，敢有看到迄个有钱人吼，其实做有钱的人，因拢是足欠的呢，毋是黑白开吼。而且有当时穿的，咱想要几百日吼，穿的拢差不多迄几尔吼，无讲穿啊足贵，也是讲着工去买足贵的物件吼。所以就是谦卑吼，有福气，就是讲咱家己有观众朋友有过即种有即个经验无吼？你嘛会当写落来哦。就是讲你无讲家己做到，结果头家就看你讲即个真贤吼，反正互你足济工课做吼。头家有看到你真正有咧做代志吼，那个甲你升官迄种吼。好，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老师去啥物？去了迄什么山？去叫做奇来南峰啦，就是南边迄粒山啦，还是讲个另外一个叫南华山。南华山哦，即个是南华山，伊是伫台湾的什么所在？伫迄个中央山尾啊。就是叫宁哥原岭，就两高听讲伊是一个啥物族的，一个迄个。就是对，伊咧一个较早因的路，是原住民的路啦，因行出来的路。这个赛德克族对吧？赛德克对，这个赛德克族。讲是台湾的东西边吼，两边。对东边到西边，换过山岭，对东边西边安尼走。山迄边就是花莲。山迄边就是东边。这看起来足厉害呢吼，足歹爬咯。崩山哦，山你看足。这崩山。所在崩落到下骹。山可以当爬，那是真热。东边到西边26公里。这是要安怎行？这无啥物通掠的所在，无树啊。有山的所在哦，崩甲足严重。这是一个原住民因的古路，因即阵感觉有咧行即条路。耶稣讲，信心若有够，你来去即座山讲忝吼，去忝落海，伊就忝落海。讲山会当忝落海，依山得海。这风真透呢吼。风真透。到上悬的还就是徛袂牢啊。2-3千公尺，敢有2000公尺？3000对啦，3000无毋对啊，会徛袂牢。一工因为风伤透。
哦，20度，差遮济。这是会寒的款哦。哦，本地遮个草仔是足水的哦，因为拢互迄个蒙雾、云雾搭调咧，拢无看，袂当看到迄个水啊。这个天池哦，天天池池，顶悬会当行水面，这是水吗？因为水打去啊，所以会当行伫顶悬。当时佫有水啊。哦，落雨就有水。好，落雨就水，所以就是会有水就对啊。叫做天池啊，当然是有水。是，这真特别啦吼。观众朋友讲啥物？我来看觅啊。哦，老师，对啊，阮一届去爬山诶时哦，迄个一个啥物几岁50岁就讲，你敢是嘛是跟我差不多年岁吼。嘿啊，因为看老师做勇行，行比阮迄少年人，阮后生佫较紧安尼，足厉害诶。因为老师定定咧爬山，这真正毋是普通人会当凊彩去爬吼，爱平常时有训练对无？吼，老师爱常爱去运动啊，而且就是定定爬，来佫爱啥物？爱注意足侪爱注意诶代志吼，爱有经验哦，一定爱较有经验诶人做伙去吼，无是危险诶吼。看了啥物？美秋讲啊，较避避准，真正会哦，因为感觉迄个山崩吼，佫伫遐人遐尼细吼，看起来人真正是足细，咱想诶无啥物通夸口诶吼，像咱今仔日讲诶吼。其实咱卖地免讲地芳吼，迄个人食诶人伊着食久，迄个啥物好物件人着会传千里对无？咱迄个传吼，讲即个是好诶物件吼，毋免家己夸口，免家己夸吼。你诶花若诚好诶人吼，逐个拢会来甲你买花吼，嘛毋免一直报安尼。好，所以咱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搁做伙来讲台语吼。这个节目是台南信教会林老师跟泰国启蒙基金会吼做伙联合主持的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想要听啥物俗语，你嘛会当写落来哦，老师会当讲互恁听吼。因为这个是老师足厉害吼，伊会当为俗语来。看圣经内面有讲啥物吼，同即个有关系好。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做伙，后礼拜。